那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失败。所以老大这么拼命接任务，是为了获得太后一个赏赐，早日获得自由，找到打败你之人。身为暗卫之首的我，怎么能在职业生涯中留下污点？少爷，走。少爷，小心！少爷，先走，可是走。凤芝，老大，我射得准吧？准什么呀？说好了往我身上射，让我脱离陈玉。你倒好，直接往他身上射。我是想制造一点真实感嘛。把你的小本本收回去，你一掏小本本准没好事。太后的任务。太后说，让凤凝婉仪容成福音公主，嫁给右相陈玉。他，我这刚逃脱出来，还未满1刻，怎么又要埋伏进去啊？这位身患肺疾、手无缚鸡之力的相爷，装呀？你怎么不装啊？我听来人走路声响，软弱无力，可我相府中并没有如此无用之人。我想，定是欧阳大夫，我自然没有再装模作样的必要了。看你刚刚遇刺的份上，我不与你计较。不过我说你可真行啊，都气不到你头上来了，你还能忍住不显露身手。这要是换成我可不行。要我帮你打听一下，这回又是哪位仇家吗？想要杀我的人何止1、2位，至少太后安插在我身边的那个侍卫死了，我也算就此摆脱了太后的监视。哼，你真以为你摆脱了？最新情报，太后要让你娶那位娇生惯养的福音公主。我不嫁，我堂堂一个福音公主，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做不了主吗？我不管，我不嫁。福音公主不肯嫁给右相陈玉，此事本宫甚是担心。凤凝婉，你是本宫暗卫之首，又唯有你修得千面玲珑功，本宫要你以福音公主的身份嫁入相府。是。他。
看什么看？老大，你不会真为了一个任务就以身相许吧？这是天下第一迷药山茄散，只要将它放进沉郁的酒中。学习了，学习了。公主，来了，快走！我的千面玲珑宫只能保持6个时辰，现在只剩下不到半个时辰，得抓紧了。相爷请进。大哥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快掀盖头，好进行下个流程。磨磨唧唧，不掀盖头算了，看我直接迷晕你。相爷，我给你倒酒吧。怎敢劳烦公主？哎，这流程不对啊！公主，我们喝一杯合卺酒吧。交杯。哎呀，相爷，你的酒洒了，我再重新帮你倒一杯。还好你娘谨慎，药多备了一份。我那个肚子有点疼，不好意思，相爷，你先别等我了啊。准备千面玲珑宫需要耗费半个时辰，还好我冰雪聪明。睡着了。公主去了好久，陈某差点就睡着了。相爷，不是说不用等了吗？今日是你我大婚之夜，陈某岂能独睡？公主，请。完了完了。哎，相爷，你身体不太舒服，我们是不是暂且……什么情况？你再过来，我就一拳打晕你！公主，陈某今日身体不便，暂时无法行周公之礼，还望公主见谅。哎呀，无妨无妨，正好我这几日身子也不太爽利，这不巧了吗？新婚之夜，如若分房而睡，却也不大妥当。哦，我懂了，打地铺，我帮你啊。好了，请吧。福音公主向来娇贵，才会主动帮我。有劳公主了。没事，你睡吧，我也睡了啊。
来任务了。什么任务啊？太后吩咐老大，让凤凝婉为陈玉生下长子，否则杀无赦。太后真这么说的？真的啊？你再翻翻。都翻过了，一字不差。真的一字不差？让凤凝婉好生拉拢陈玉，实在别无他法，就生个长子吧。遵命，让陈玉生。太后让凤凝婉生孩子，千真万确。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！我不能生，那老大，你不能生？你才不能生！我是不愿意生。我不愿意生，那我就给他找个愿意生的。这位公子长得真是面目清秀，还挺结实。这小鼻子小脸长得，花魁我甚是喜欢。相一个吧。切，文弱书生。相一个吧。公子，人呢？藏哪儿了？公子。你到底在哪儿？公子，你在找什么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公子，你讨厌。你是何人？怎么，刚过了新婚之夜，就不记得本公主了？早就听闻右相陈玉温文尔雅，是正人君子。前一夜你更是如此贴心与我分床而睡，今早又是为我掷出卧房。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真的正人君子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所以我才安排了此戏。不过幸好，夏夜过关了。等一下，公主，从我们这婚讯起，陈某便对公主誓死不二，一寸丹心，从未有过僭越之心，更未有过私通之举。体贴入微，是陈某的一片赤诚。可公主却对陈某无端猜忌，粗莽试探。公主，你终于让陈某体会到何为肝肠寸断。肝肠寸断，也太夸张了吧！姑娘，我看你这相公可能有致命的毛病。什么毛病？你可知一个男人如何能做到不近女色？因为啊，他不行。去吧。公主驾到！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，千岁。公主千岁驾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本公主听闻欧阳大夫是在世华佗，所以特地来讨几副药。不敢当，
公主跪体抱恙，小民自当。不是我，是我夫君。啊？那咱楼上聊。啊，请。你没听错，本公主就是来给陈宇买合欢伞的。合欢伞没错，就是合欢伞。你磨叽半天到底有没有啊？这公主莫急啊，不是小民不给，只是小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啊。就是他不行呀！不行。我都来来回回解释那么多遍了，你到底听不听得懂啊？我听懂了，听懂了。不过这药也分上药、中药、下药，这不同的药用法不同，药效也不同。这不知道相爷需要的又是哪种啊？我要最烈的，药效最强的那种。来2箱。两箱？有。听说没？来，公主去欧阳先生的医馆里给相爷买合欢伞了。真的？真的？难道我们相爷也有那个问题？有可能。当时我那医馆外边有那么多人在等我看病，结果他歘的一下就冲进来，不由分说的就逼着我开药啊！你说我一个救死扶伤的天下第一神医，我……所以你开了？开了，不开他不走啊！我得整整2箱药材呢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开的那些吧都是普通补药。因为相爷，我相信你是能行的。欧阳，我觉得这个公主有古怪，你去调查一下。这福音公主不就是太后的人吗？这还要调查什么？啊，是不是她切了你的短，你就嫉恶如仇，准备报复呀？我行。哎，你行，你当然行。相爷无需多言，我这就去调查。老大，陈玉的宵夜我给偷过来了。来的正好。这汤都变成粥了，又不让你喝，他喝下去就行。哦，对了，花魁依旧位，那府上的家丁侍卫打晕的打晕，支走的支走，一个不留。优秀。你尝尝。你怎么不尝？相爷，我来给你送宵夜了。这是我亲自给你熬的红豆粥。居然脸红成这样。陈玉，陈玉，陈玉，你怎么了？陈玉，怎么那么久啊？真是。
这是到我出场了？陈玉，我来了！醒醒啊，陈玉！相爷，陈玉，哎妈，这还需要我不？相爷怎么了？他晕倒了。这身子骨可真不行啊！凤芝，你快去叫人把他送到医馆去。老大，那个打晕的打晕，支走的支走。那你现在去找，找到了在路上接应我。好。陈玉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！我真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你千万别有事。啊，这才会这么远，我快不行了。这样捉弄的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公主，陈玉，你醒了。公主，你将我放下来吧。陈玉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对不起。本公主，公主，我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得亏你没事，我任务还没完成。你到底是谁？这相爷的突然昏厥，是因为，是因为大量的服用强效的营养粉导致的，气血的骤然失衡啊！对，那你这药有问题啊？药倒没有问题，我就是没有想到相爷这么不行。那欧阳大夫，你看看给相爷再开几副药，他这么不行下去也不行啊。现在已是丑时了，要不然先让相爷好好休息。丑时？糟了，已经丑时了，我的千面玲珑功马上就要失效了，我得想办法赶紧开溜。欧阳大夫，你看相爷刚刚醒来，也不适宜再折腾了，不如今天就让他留宿在此处。要是有什么事，欧阳大夫也好及时诊治，是不是？这是想走？公主，我口渴。我就想让你陪陪我。不行，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得赶紧离开才是。相爷，我一路上背着你，着实有些疲惫了，我想先回相府了。公主说的是，若是疲惫了，便不用费力恢复了，不如与我一同在欧阳这儿借住。欧阳，还得劳烦你将后院收拾出来，被褥要丝绸的，火炉要架好。我与公主
今夜就此叨扰了。没问题，这公主就安心在我这住下吧。我这可是全城最好的医馆，这王侯将相生病了都到我这住。哎，小民尽当好生伺候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再耗下去了。相爷，既然要在此留宿，那我先去洗漱一下。公主，我陪你。相爷身体太弱，我怕你掉井里。公主身体太疲惫，我怕你走不稳。相爷，我突然头有些晕，我去找欧阳大夫。床铺收拾好了，二位可以入住。还没完全收拾好，我再收拾收拾。傅宁婉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，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相爷，看样子已经好了，我正常也不晕了，我先去休息休息。哎，公主，哎，公主，公主，人呢？出去了。这个府尹绝对有大问题。相爷，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啊？凤芝，你有没有觉得陈玉有些地方不太对劲？没有吧？就感觉他整天都在看书，还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不对，陈玉，他好像会武功。我有什么方法，既可以不引起他怀疑，又能试探他到底会不会武功呢？习武之人的身体一般不都很健硕？可我也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去扒了他衣服看吧，这不成耍流氓了吗？那如果不是光天化日呢？你们不是夫妻吗？你是说？你是说，福音公主身上有一处胎记？对啊，就在左胸处啊。左，就在锁骨以下，我都画下来了，就在这儿。看来有些事情不得不办了。相爷今日身体可好？托公主的福，有好也有坏。我房房间间太冷，漏雨。太冷？今日这么冷？有下雨吗？哦，房间漏雨确实不太好解决，不如公主今夜来我房间同住，同榻而眠也可共同取暖。